我玄真观处事如何，自有天理公道可见，用不着你来教训我，你也不用把大帽子往我头上扣。既然你有抵御黑风寨的本事，尽管去使，我玄真观绝不嫉贤妒能。哼！哎，血魔大哥，哎呀，人家这才叫真性情呢，大英雄，血魔大哥，好样的！哼，哎，我就纳闷了，同样是七尺男儿，为什么你们玄真观这些道士这么冷血无情啊？岂止是冷血无情，有极个别的人还呆头呆脑。我觉得这人和妖的差距还真是够大的。哎呀，不只是人和妖的差距大，就连玄真观跟血魔的差距都非常的大。我聂人虽说没有血魔那样武功高强，那样年轻力壮，但是要是打黑风寨，我是绝对不会含糊的。好，师傅说得好，我也是。哼，与其做缩头乌龟，倒不如跟血魔大哥一样，我们痛痛快快的跟那个黑风老妖干上一仗。阿文，你倒说说，我该怎么办？大哥，你让我说心里话。当然。那我就说了，既然你几次出面，那个燕赤眉都不肯答应出山，那咱们又何必上赶着求他？要我说，不如你自立门户。大哥，我还是那句话，论声望，论实力，你都不比燕赤眉差。豹头哥也说了，这些年来，受黑风老妖欺压的弟兄们越来越多，只要你振臂一呼，他们肯定是纷纷响应。到那时候，一切水到渠成。你这个提议不错，我再也不愿意跟那个自命清高的牛鼻子老道为伍了。都是些虚伪小人、沽名钓誉之辈。我血魔堂堂男儿，怎能与此辈厮混？阿文，在。你派人紧紧盯住聂小倩巡剑队伍的行踪，待到神剑现身之时，我们就打他个措手不及。一旦神剑到手，我们就可以号令三界，为天下苍生主持正义。得令。君如磐石，妾如蒲苇，间谍君妾，神剑横出。我的恨，我的怨，就连修炼都无法克制。道长，原谅小倩，连累玄真观的诸位道长送命。可是为了报仇，小倩只能如此。只有这样，才可以获得接近黑风老妖的机会。你，燕道长。小倩已经没有回头路了，只能义无反顾走下去。就算小倩被人冤枉，被人误会，只要能够为狐族报仇，解救天下苍生，脱离黑风老妖的魔爪，小倩愿以命相抵。聂小倩，小倩说这些，就是希望道长能够支持我，在小倩需要的时候，能够给予小倩帮助。我希望道长跟小倩一起演绎出精彩大戏。啊！姐姐，我已经查到姑爷的行踪了。说吧，他一路跟着聂小倩的队伍，到了中途驿站，还故意引聂小倩出来，与她私下见面。他们都说了些什么？燕赤霞、严雨生他们都在，我没敢靠太近，所以不是很清楚。不过，我看到他跟聂小倩的动作甚是亲密，他们还……够了。继续保护姑爷。姐姐，凭什么呀？姑爷如此对不起你，你还百般呵护他。
这对姐姐太不公平了。若让别人知道的话，姐姐，你的颜面何在呢？梦儿，按我吩咐的去做，别的事就不要管了。是。聂小倩，聂小环，我跟你们的仇不共戴天。这个地方就是古祭坛了。穿山甲，大家注意，要认真寻找刻有这个图腾的石块，千万不能错过任何蛛丝马迹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大家把带来的装备都拿出来，按照之前分配的小组，各自扎营。小青，带几个弟兄，在方圆10几里给我布上守卫，连只苍蝇都不能给我飞进来。是。小白在，去给我烧水做饭。兄弟们都很累了，今天就不用找石头了。是。姥姥，这你们不急，跟我走。磨刀不误砍柴工，今天先不用找石头了，大家都休息一下。怎么样？是这块石头吗？那这块呢？小倩姑娘，先喝口水，休息一下。找了大半天，这桌上的石块都不是图腾石。姥姥，你看，找到了，这个就是图腾石。太好了！在哪儿找到的？在祭坛的西北角。带我们去。是。走。就在这儿。怎么样？怎么才能找到神剑呢？穿山甲，属下在。以这个石头为中心，各沿10丈开始挖掘。是。记住，如有发现千年遗址，那一定就是神剑的藏身之处。都明白了吗？属下明白。大家都过来。是。开始给我挖。快！大家都过来。来，这边，去那边。走，小倩，姥姥，他是闯进来的。宁采臣，你好大胆子！把他给我压下去！是。等等，小倩，我来了。要杀要剐，任你处置，只要你开心，你要我怎么样都行，哪怕是把我的头砍下来，我忘不了你，小倩。我是真心爱你的。我知道，你为了我吃了那么多的苦，都是我不好，我犯下的错。就让我来承担后果，你吃的苦，就让我来加倍承受吧，小倩。你知道吗？这辈子我最幸运的事情，就是遇见你。如果还有来生的话，我希望还能和你在一起。请你原谅我好吗？求求你。原谅我吧，小倩，
人家都说的这么情真意切了，你倒是给个回话。区区凡夫俗子，痴心妄想。聂小倩，难道你真的如此狠心吗？你不要忘了，彩尘大哥是如何以诚待你的。如今他落难，你居然无动于衷，你还有心吗？我的那颗心，早就被他一剑给刺碎了。那些都是误会，小倩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，我们重新开始。以前的那些误会，都是我的错，你不要怪罪彩尘大哥。今天我特意赶来向你道歉，希望你能够原谅我们。今后我们还是好姐妹，只要彩尘大哥幸福，月容情愿做小，答应我好吗？住嘴！宁采臣是什么东西？我聂小倩堂堂1000年修行的狐妖，岂能为他委屈自己？杜月如，也就你拿他当宝。在我聂小倩的眼里，宁采臣不过是一根草芥，我跟他绝无可能。小倩，别费心机了，赶紧把你夫君带走，回去好好的管教管教，别再让他跑出来丢人现眼了。你不觉得丢人，我还觉得烦呢。聂小倩，你混蛋！大胆兔妖，你别插手，看看还有什么好戏看。你赶紧带着你的男人都滚，走就走。你以为我稀罕这里吗？彩尘大哥，我们走吧。你放手！我不是跟你说过，这是我们俩的事情，用不着你管吗？你为什么还要从中搅和？滚！你给我滚！杜月容，你这堂堂的宁家少奶奶，还不如这只狐狸一根头发丝啊！哼，你这少奶奶当的也太没有地位了吧！闭嘴！鼠妖，不要忘了，我们是来给主人办事的，不是来寻乐子的。小倩，小倩！彩尘大哥，彩尘大哥！宁采臣，你再纠缠不休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彩尘大哥，薛墨大哥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2位是衡山派和东岳派的掌门人。2位掌门，上次在玄真观未及拜会，失礼失礼，请坐。哎，快坐，请坐。坐。请。严姑娘一直在我们面前夸你雄才伟略，气度不凡，果然没有虚言呐。是啊，薛墨大哥，这2位掌门人今天来是有好消息要告诉我们的。如此，还请2位掌门赐教啊！哈，自教不敢当，合力抗敌，我2人倒是义无反顾。你还没听明白啊？这2位呀，已经决定助你一臂之力，我们一起合力对抗黑风。此话当真？当然当真，不然我2人千里迢迢到此为何？我们知道你为了对抗黑风，维护3界和平，到处奔走，也相信你的诚意和能力，因此愿率门人与你共同进退。如此，血魔，多谢2位。哎，老薛，你搞清楚，你别光谢他们俩，你也得谢谢我们家小雨啊！要不是我们家小雨跟他们说的口干舌燥，唾沫星子乱飞啊，他们能答应吗？师傅，没错，严姑娘可算是费尽心思了，我们2个老家伙算是服了她了。余生姑娘多日为我奔走操劳，此恩此情，血魔终身难忘。哎呀，薛墨大哥，你这么说就客气了。3界之内的事情你能管，为什么我就不能管？再说了，我只是向你学习，尽一份力罢了。你看我这徒弟多谦虚，这哪是尽一份力啊？你把你吃奶的力气都尽出来了。不过呀，血魔胸怀天下，大仁大义，跟着他没错。如此有2位掌门相助，对抗黑风又多了一份胜算。只是现在我最担心的还有一件事。你是说轩辕剑吗？没错，黑风几乎倾巢而出，只是为了得到轩辕剑。他一旦得手，那3界之内将再无敌手。依我之见呢，我们不如双管齐下。血魔大哥，你去找那个书呆子宁采臣，看看他有什么线索。
我们这些人当中，你是我们的大哥，而且你也最细心了，只有你能胜任。无论如何，我们要比黑风更早的找到轩辕剑。好，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哎呀，你看、这句话我爱听，包在他身上了。彩晨大哥，你该喝药了。有劳你费心了，放着吧。药凉了就不好了，还是趁热喝吧。那我放在这儿，你要记得喝啊。小千也真是的，就算有天大的委屈，你都那样低声下气的去求他了，但凡他心里还有你，就不应该让你受这样的苦，更不应该和黑风有什么牵扯。小倩不是这样的人。对，我和小倩相识多年，她不是那种卖友求荣的人，我想，她一定是有什么苦衷。可无论她是为了什么留在黑风寨，想从黑风身上捞到好处，无异于与虎谋皮。我是怕她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。不要再说了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所以我不想听。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，我们宁家也好，我也好，欠你的，我能还的全都还了。我已经和你没有半点瓜葛了，以后我的事情就不劳你费心了。我累了。少爷。你好好休息吧。小四儿，什么事？刚才我看见血魔大哥，他说衡山、东岳两派已经加入了，他信心倍增，他想救三界于水火。这是什么？这是，他说关键是在于轩辕剑，他知道轩辕剑与宁家渊源颇深，他想让少爷帮他找轩辕剑，带领三界正义之士对抗黑风。那轩辕剑是我先祖所铸，此后宁家就以铸剑为生。可我家父早亡，我娘含辛茹苦把我养大，一心希望我金榜高中，考取功名，光宗耀祖。所以，这铸剑之术，从我这一代就已经失传了。小四儿，你我都是肉眼凡胎，这神仙也好，妖精也好，三界之事，我们又能做什么呢？过去的事情，就好像一场噩梦。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卷入这场是是非非。可如今，我宁采臣已经是满心疲惫，满身伤痕，一无所有。小四儿，陪我出去走走。哎，慢点儿。慢点儿。彩晨大哥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你应该饿了吧？要不要我马上去做饭？你想吃点什么？红烧鲤鱼好不好？你最爱吃的。我没胃口，小四儿，我们走。少爷，你要是心里放不下小倩姑娘，为何不再去找她？就算她的心是铁做的，小厮相信也有化开的一天呢。你以为我不想吗？但我伤她太深，上一次她那么决绝，恐怕今后我连再见她一面都难，更别说重归于好。哎，少爷，小四儿倒是有个好办法。什么办法？这个嘛，现在说了就不灵了。反正少爷你放心，小四儿一定让小倩姑娘主动来找你。宁采臣，我为了你低声下气的讨好你娘，
又不惜出卖小倩。我为你们宁家劳心劳力，可换来的是什么？你在新婚之夜弃我而去，如今更视我如空气。聂小倩究竟有什么好？你为了她可以如此践踏我？宁采臣，你好狠啊！就算我做错了什么，也都是因为你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姐姐，姐姐，你干嘛哭啊？你干嘛为了那个无情无义的家伙难过？我真恨不得一刀杀了他们。可是，这男女之情，又岂是一刀就斩得断的？梦儿，等你以后遇上一个让你心动的人，你就会明白了。姐姐，小环，姐姐，有人来了，你快点儿！我不动了。小环，快点！哎呦，好累哦，陶静哥，我走不动了。那我拿菜篮子吧。哎呦，好痛啊！小环，你这又是怎么了？一下子崴到脚了，我走不动了。哇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这荒郊野岭的，周围到处都是野兽啊。不过你武功这么高强，应该不会有事吧？哎，小环，你先在这儿休息一下，我先把菜拿回家，再找辆马车来接你啊。哎，喂！哦，你能站起来，你的脚好的也真快啊。小环，你撞的我，讨厌啊！好了好了好了，来，我背你。我们回家喽！喂，我重不重啊？哎呀，重死了！不过比不上你在我心里的重量。聂小环不是已经背叛黑风寨了吗？舒瑶还在找他呢，他怎么和陶静厮混在一起？这里面大有文章。走，咱们去看看。到家了，小心点。陶静哥，累了吧？不累。我做饭去。我看在你这么辛苦的份上，做几个好菜慰劳慰劳你啊。那有劳娘子了。不害臊，谁说是你娘子了？哦，原来你不是我娘子啊。那算了吧，我就只能再出去找一个了。再找一个？你敢再找一个？说是谁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家有悍妻，我哪敢找第二个呀？油嘴滑舌的。好了，你等着，很快就有好吃的了。小倩姑娘，你看，这周围都是乱石，质地都和我们找到的那块差不多。我估计这里会有线索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但此地地形复杂，挖掘的时候特别小心，不要错过任何线索。属下明白。聂小倩，姥姥，未经通报就闯入大帐，有什么事？你少在我面前耍威风！我告诉你，主人让你找神剑，找到了是你的本事，找不到，你10条命也抵不了。这2天，你让我挖这个破山，我把整个山都挖成蚂蚁洞了，我都没找到神剑。我看，你找神剑世家
弹琴才是珍宝。主人命我寻找轩辕神剑，这里所有人都得听我调遣。我想怎么做，跟你无关，你也管不着。少拿鸡毛当令箭，我实话告诉你，主人让我来是来监视你的。你别以为你找个神剑就可以为所欲为。主人如果相信你能找到神剑，又何必用我呢？明明就是你自己没本事。我没本事，你有。这么多天了，你连一点成效都没有。要是主人知道了，恐怕你也不会有好果子吃吧？我到底有没有能力？主人会不会满意？那是我和主人之间的事，轮不到你来品头论足。另外，你怀疑我呢，就是怀疑主人。舒姥姥，主人要是知道了，是会责罚我，还是责罚你呢？你黑风令出，莫敢不从。现在就杖你50，以示警示。穿山甲在，此事交你执行。是。聂小倩，你给我等着！小倩姑娘，小倩姑娘，小四儿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这是黑风寨营地，你不要命了？我是不要命了，我们家少爷都快死了，你说我活着还干什么呀？你说谁要死了？我们家少爷，你的宁大哥呀！你是不是在骗我？小倩姑娘，我真的没有骗你。自从上次见了你以后，我们家少爷就是带着伤患回去的，然后他就牵挂着你，急火攻心，就一病不起了。这几日日日咳血，我找了好几个大夫，大夫都说，他们说什么？我们家少爷命不久矣了。小倩姑娘，我求求你，你回去看看他。念在你们俩往日的情分上，念在他是一个将死之人的份上，你就回去看看他，可怜可怜他。我们家少爷这些日子昏迷的时候，总喊着你的名字，我可怜的少爷呀！你不是说他病得快死了吗？怎么还好好的？小倩姑娘，你看见我们家少爷完好无损，难道你不开心吗？你们两个居然敢合伙起来骗我！小倩，小倩姑娘，你不要怪我们家少爷，这一切都是我的主意。这2天，我们家少爷为了你茶不思饭不想。如果说你要是再不来的话，我说的那些话难保就不会成真。小倩姑娘，虽然小四儿没读过什么书，不知道什么大道理，但是小四知道，你和我们家少爷心里都想着对方，就这样分开了，那也太可惜了。俗话说，床头打架床尾和，即使你们俩有什么误会，有什么想不开的，摊在面上说明白不就完了吗？也免得我们这些朋友们帮着你们着急。少爷，我的任务完成了，剩下就看你的了。小倩，小四儿这么做，都是为了我好，你别怪他。这段日子我们经历的事情，我就感觉好像过了3生3世那么久。我还记得，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还以为是仙女下凡来救我的，没想到你却是来找我寻仇的。为了我们2个家族的恩怨情仇，
我们经历了那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。我还记得我们一起掉入悬崖那次，本来你可以一个人出去的，可是为了我，你却毅然决然地留了下来陪着我，险些一起老死崖底。还记得在这里，你把我的拐杖丢掉吗？当时我觉得你真是好凶啊。后来我仔细地想了想，正是因为有你，我才能活下来。从一开始我们就经历了生死，其实从那一刻开始，我就已经喜欢上你了。可是，哦对了，你还记得这棵树吗？它还是那个样子，没有变。它也算是见证了我们两个人的感情。我相信，万物皆有灵性。如果要是他看到我们两个人又在一起的话，应该也会替我们高兴的。你说呢？真没想到，我们就这样开始了。到现在为止，我还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一个，因为我得到了你的认同，认同了我们的感情。干什么？小倩，我知错了，我不应该怀疑你，冤枉你。只要你肯原谅我，上刀山下火海，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。男儿膝下有黄金，你这个样子要是让伯母看见了，九泉之下她都会怪我的。如果你要是不原谅我的话，我娘才会怪我。就看在我娘的份上，原谅我吧，我们重新开始。过去的种种仍然历历在目，不只是对你，对我来说也是终身难忘的回忆。尤其是这里。是啊，在这里那段日子，也是我宁采臣最开心、最快乐的日子。可却是我聂小倩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。就是在这里，我被自己心爱的人一箭穿心。从那一刻起，我的这颗心就已经死了。这颗曾经爱着宁采臣的心，当时就已经死了，你知道吗？小倩，我知道你恨我。那一剑刺下去的时候，我心里面也一样疼。你也很疼，你怎么会疼？你可知道被深爱的人一箭穿心是什么滋味？小倩，我求你原谅我好吗？都怪我执迷不悟。现在我答应你，不管你让我做什么事情，我都可以，只要你肯原谅我。真的，我想怎样都可以吗？哪怕是取我的性命。好。你不是说要你的命也可以吗？小倩，那我就要你的命。聂小倩，你疯了吧？你怎么下得去手？是，我是疯了。我疯了才会爱上他，才会受了这么多的委屈。从此以后，不会再有人能够伤害到我聂小倩。我不会放过你的，小倩。小倩，采臣大哥，小倩，大哥，你没事吧？采臣大哥，你醒醒啊！采臣大哥。
彩晨大哥，彩晨大哥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世上再也没有比感情更容易变质的东西了。纵使当初你和小倩山盟海誓、白首之约，可如今他已经对你无情，你又何必执着呢？这次是你福大命大，为上计肺腑，如果稍有差池，你早就性命不保了。我真没想到，小倩会变得这么心狠手辣。小四儿，小四儿，彩晨大哥，你有什么事吩咐我就好了。小四儿，你死哪儿去了？你别乱动，伤口裂开怎么办？我的命不用你管。彩晨大哥，少爷，你醒了。我们走。走，咱们去哪儿啊？哪儿都好，在这一刻我都待不下去了。彩晨大哥，是我不好，是我说错话，我那也是关心你啊。我知道你心里只有小倩一个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再对你有非分之想，也不会再说小倩一个不好。你的伤太重了，这样出去太危险了，你还是留下来养伤好不好？少爷，少废话，走。我不能让你走，彩晨大哥，如果你真的想要小倩回心转意，就有一个办法，你去找神剑打败黑风，小倩大仇得报，一定会回到你身边的。到时候你们就可以双宿双飞，做一对神仙眷侣。我可以帮你，我真的可以帮你。别说了，我已经听够了。彩晨大哥，你不能走啊！姐姐，你怎么了？他走了，他再也不会回来了。宁采臣，这个没有良心的，我这就去把他抓回来。不用，留住他的人，留不住他的心。这算什么？你是他明媒正娶、八抬大轿接进门的原配夫人。他要是走了，姐姐的脸面往哪儿搁？男人果然没一个好东西，不是小白脸就是中山狼。姐姐处处为他着想，可最后得到了什么？姐姐，你也别太难过，这种男人不要也罢。就凭姐姐的姿色，好男人多的是了，不用为了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伤心。叶道长，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宁公子，你没事吧？一言难尽。哎，燕道长，怎么只有你一个人？雨生姑娘和聂前辈呢？哎，我也是一言难尽呐。现在血魔竖起了对抗黑风的大旗，他们两个马不停蹄的为血魔招兵买马，想见他们一面倒还挺难的。哎，说来你这段时间怎么脸色这么差？你应该好好回去休息，过来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前几日，血魔来找过我，希望我能够以宁氏后代的身份，帮助他们寻找轩辕神剑。可我当时因为小倩的事情，烦闷在心，一口就回绝了。哎，其实这个人各有志，我相信血魔也不会记在心里的。可是我现在想明白了，只要找到神剑，打败黑风，就可以把小倩给救出来。所以说，我宁采臣愿意助你们一臂之力，只要是我能够做到的，我义不容辞。宁采臣，你能抛开个人情感，助我们寻找神剑，我严雨生在此以茶代酒，替三界众生敬你一杯。这，哎，来，一块喝。岂敢岂敢！哎，要是有点酒就好了。哎，干！我只不过是一介书生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帮上忙。哦，对了，我听说道长正在参详宁氏族谱，可有发现？宁家世代铸剑，族谱上记载了每一代铸剑师和他所铸造的每一把宝剑，就不知道这把轩辕剑到底是谁铸造的。轩辕剑出现于炎帝时代，是由一对间谍情深的夫妇合力所铸。不过有一点很奇怪，族谱上记载的其他铸剑师和宝剑都是只有人名和剑名，而唯独对这对夫妇和他们所铸的宝剑
却记载的较为详细。原来炎帝正是用他们献上的轩辕剑平定了三界，开创了太平盛世。其实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，也许宁家的前人觉得那个轩辕神剑功德无量，所以才特意多描述了一些。也有这种可能。看起来应该是很久以前人类用的文字，应该是某个远古部落的图腾吧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那个墓室，炎帝的墓室，还有那个剑的图案。哎，别结巴，关键时候结巴干嘛？说，慢慢说。我想起来了，我和小倩回到1000年前，我们的祖先宁定光带着我们去到一个溶洞里面，我是亲眼看见他把轩辕剑封印在炎帝的墓室当中。我还记得，在那个墓室当中的图案，跟小倩抢走的那个玉佩上的是一模一样的。哦，老大，我想起来了，那回啊，我跟小狐狸啊，还有他，我们3个人啊，被困在了